不是放黑糖吗？我们就可以偷来吃。打来感冒。好，准备下一步喽。再来1分钟。忍耐一下。要给它磨。手要洗。好了。来，胡拿刃，哎，围起来，大家胡拿刃哈。对，起来弄干，没关系，不用洗手这样用，是不是？对，越脏它效果越好。这个它的毛会长很多哦。对，因为会发酵啊。哇，好几只的手。对呀，刚刚有洗手了，有在洗手，刚刚有洗上。我刚才有上洗手间。那是你小是自己讲的，要洗手。哎呦啥啊！我们要来。用这个可以漂白啊。漂白脸吗？那个手会越来越白。吹干。你们要练习。要起伏。那个不水，有摸这个米苏拿拉汉会被受祝福哦。真的。唱歌，什么祝福就是老师又没有骑。李老师，你那个位置借我哈，这样比较。对，这样，就这样。老师，你可以在这边呢，这边没有。没关系。到底有没有到啦？他们不是很有耐心，他们是要打发时间。这样手那么多手不会不干净哦。这个效果才会更好啊。发酵才会那个效果很好。你看秀兰老师的是这样玩，还没有吐痰呢。人家还会吐痰呢，一人一口。好，你摸。敷脸。没有，这个要长弄才是。跟那个汤圆一样嘛。对。那个汤圆的那个一样。那可以。还没有啦，很多硬的。皮带然后呢？皮带含，然后那个粗的，然后再继续你扶呢。阿嬷的就是阿嬷的手。他能他捏那边，我是他帮你用的。哇！你看，哦，你看对，哇！好，这边聊完扶拿人都弄下一批了，那个出工的那是家里的在那边。哦，这样这很漂亮那个。妈呀，阿嬷教我的哦，阿嬷，这个一定叫阿嬷。住哪里的？我们反光。韩光的。现在我记得关山那里也有一个哎，一个是，哇，它也是，哇。它一个是很像这样的。啊，这个还要打呢，还很硬，这个要打，再打一下。还要打。拿着打。哎，这个还不行，我刚刚。打什么啊？到底？哎，一样呢。你那个。最多。ini ini lah sama tadi kan ya cucian 速度不让。不在后面的。对。送放那个叫溪口，叫我先去问的时候，我说你们是什么嘛？我不去查，这么大一个，七角川。其实七角川的源头是在东华大学的北边那个河床。说那个在受工对啊，后来他们是因为
跟日本弄得很不愉快嘛，就跑到山上。后来因为他们又跑到下面叫烦恼，烦恼就是一日嘛，叫烦恼。然后那边觉得生活环境不是那么好，然后就分散了。一个我一直好玩哦。第一个就是到雨地岸，第二个是到鹿野，所以鹿野也有这个说案。对，鹿野就有几个说案。然后第三个就是溪口这边。后来我说那就对了嘛，我说这些人跟你走的时候，他应该是有亲带关系嘛，可以玩的，才会干血缘关系在这本来不之类的，这就是一个事情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们现在搞不清楚了，那就不管他了。哇，你觉得是自己，这就是你上。我说那一部过去，要豆花，越演的越纯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边对，自己照顾，好越演的越纯，对，然后这样对，会互相照顾。我想想，那个进的反而很多，到时候跟你走，会照顾很快，这样。所以我就跟他们讲，已经可以知道，你们这边是跟其他很近，可能。他们就分出去很远，错，这样不对，回到它的源头。所以说一打上来，所以那个主不要剪啊，就是那个什么呢？好了就拿过来呀，好嘞。好，大家好，这几位一样的鞋子，喜欢到。那个喜欢西服，对。啊，他在中国那个会不会文章掉下来？西南亚也有几位一样的。是妈妈。有，很厉害。他们也应该说跟上西南亚是，会有一些关系，他们不会讲，他们不是，他们觉得不是绑架就对了。很重嘞，这个。会这么掉下去，这个热密度很高啊，这个热是，很像那个水泥做的。哦，这是木头吗？木头是正的。这个好重哦。有慢来给人木头啊，好的，很硬的。慢来给人你下半的，下半身那个上面，那个石柱哈，他们一直坚持是木头。后来我们生气，我们用指甲这样抠啊，就是石头。但是那个高安县总经理他也证明，这个是石头，不是，是木头。他说还有筛子，他说用藤编的。哦，好了，那是石头。如果是真的能编的话，我跟他讲，不是植物之类的。好吧，谁不照相？来照相。祈福这样的。我说还在不在？我说还在不在？重点来了，坏掉了，再拿走拿走。你好了，来，休息了。等像我们等下再弄。哎，等一下还有那个，再叫你用。哎，要做祈福仪式吗？要。我们要把这个弄得很香哎，我们刚才做的哎，不能太多哦。哎，有一个人专门要这样过，对不对？位置啊。要多少不知道。那个时候就不知道了哈，我们要看它的那个粘稠度，对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慢慢的加。一个很长的平的你们有没有洗手？有。都已经洗在米里面了。发酵没关系，今天你不要动。没有错。这个你不要动。不要太多。哦，用看的，用看，这样太湿了。对。给它水呀。不能太湿，太水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做馒头一样妈妈这边那时候来，没错，就是有这边。可以的吗？反
把那脸不行，动不起来。之前他一定会抓一个女人，他是不是在附近的？做馒头呀，做面包那种的那个面包。然后他们会做法完以后，这个是那剩下的呢？剩下把它冷冻啊，冷冻下一次再把那退冰在那个哦，这样子说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对，把它冻把它冻，它也冻冻冻。这个人很好，你这个我们在对，这个上没有很团结哦，很酸好。反正我说不会抓，他就傻傻的，像卤馒头一样，到最后就哎呀，好厉害耶！哎，我老公很辛苦，你不知道。这个时候我们都不要加水哈，只要用这个标准的亚布拉，它一杯水是要够它的量，那个动作，千万不要再加水。这个是做那个做早餐的，就是完全用这个汁。可是他不会很早起床啊，不用太早起。你话你是想做馒头吗？对啊，我刚刚就在问他什么是常常做馒头。还有不要烂的呢，都顺的那个会的干净，把这些粘过去。然后再弄一个球，好，再转过来。下个礼拜要带你哈。不是，我们第二堂课哈，还有第二堂哦。当那个买了嘛，然后拿下来哈，那个拿汗，大家自己做10杯米，10杯米。家里先煮好。哎，先煮好，然后你要煮好它的时候，大概要3碗的水，你发不要耐，发生不能干的哈。等人你煮熟，不要它，要3次的时候，那个碗我们吃饭的4杯也可以了，看你的那个当当，哎，你的米是怎样？10杯就是刚刚我们那个，哎，对，那个电锅的，哎，对，10杯，就是这么多就对了。小白晚上要这样吗？哇，暗示你了。他晚上帮你按摩，因为太累了。已经讲到快点了，不回话就算了。他是给他揉到什么程度？我不知道他要经营啊，不要要换左手了吗？他揉到很细哦。他煮那个10杯米，拿过来，到时候他就会做那个啦。糯米饭，10杯的份，对，煮好，所以你要泡水，泡个3个小时，然后再吹。煮的时候哈，在煮当中你要洒水，3次到4次都没关系。哦，就是要给它那个。对，稍微软一点，可是也不要太多水，就3杯到4杯，洒在上面，一边煮一边煮。他不承认没关系。每个人带。没有，他要带回去。因为啊，他要给他发酵，那个阴干的。这样了哈，他们会互相的照顾自己了，会有温暖，保温，然后才会发酵。你单独很难。会哦。对，所以等一下要盖起来摆布。1个礼拜是吗？看看你们的时间嘛。因为它这个好之后呢，对，那里面的时间哈，啊。他讲的是那个男士阿姆在一起就很对，那个照片，现在没有人去吃。然后就小车，那个男生到旁边是吗？就像刚刚讲说，他说有亮了。太软了，他在压哨了。GVBN， 他这个是不要动，比例没有 GVBN 那个是，对啊，是一样，真的是，GVBN 呢？
可以站起来。他要去证明他是。因为它会长毛，它的毛是白色的，所以它的颜色就变成这样。你自己去长得样子。像他比较像。这个还没有磨粉呢，老师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动作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要跟这个一样这么大力然后现在我们这个不是要加进去吗？不要。好，内心。还有，等一下，还要用。这是成品的。不是这个，很奇怪，没有加进去。还能等一下，你们这种样。大小。对，一样大小。这个加进去了。不要加这个，等一下我们才要。哎，那个球是怎么变出来的？就转啊，不是汤圆啊，先捏出来。搓汤圆这样子，不是那种，是用一个捏那个球就跑出来，不是那样子，球是用搓的。那你揉一个，你揉一个。大概这个可以做到70-80个。这一个量哦，量。 70-80个量没有到怎么办？这个可以吗？那个我的，要变这样，马上洗那个很揉，像揉汤圆一样。那一颗很用力，很轻轻的这样给它揉起来。对，它有没有跟这个一样大小？要一样哦。这个是磨。不够圆，不够圆。是训练。他想要揉啊，我说妈妈我想揉就给他揉啊。好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大？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它的量要10杯米，只要1半就好了。如果你要做酒的话，1比1，就是说10杯米一个这个。不要你的，没有一样大。我们要3天就可以吃，就1半就好了。所以不要太小哈。这边就是这2个加在一起就可以了，这2个加在一起。 这个以后要拿卫生纸擦。捏好放这个，多少几克，然后就全部都100%。它其实如果有一个标准，有一个人在那边称，然后就不是啊，你现在棒秤在这边捏一下，不够这，好够了，马上一份，然后专门搓的就是搓。 那已经100%都一样。金辉老师真的有商业的头，以后要量化，对，具体量。以后暑假的时候，主语老师有兴趣的全部过来，1颗20块这样，然后就那个行销通路。这个时候这个就不要了，我们要打多一点。我很难想象一个酵母是长这样子的，很像贡丸，人家一般有的是用粉，对，你们上次弄的就是用撒的嘛。 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的成分，太多了，可能化学成分加一点什么？是外面卖的很可怕的。李老师，因为科学那么发达，它用化学。对啊，就化学，我们这个完全是自然，不一样。可以那个呢，申请那个呢。等一下撒那个的时候，这个真的是很有传统的智慧。像我们以前的老面庙。 因为中南部现在老面很香，对，那个老面。米呀，pamerasa，哎。不是撒巴达棒哦，对呀，巴达棒啊，对，pameras，巴达棒。撒巴达棒这个时候就在这边了嘛，就是这个的作用啊，撒在上面，对，撒在上面，那就是完成的。等到它发酵，大概4天还是3天，要摸它的看，不能一下子就打开哦，让我稍微看一下，还没有长毛，我们再盖起来，然后再隔天再看一下，如果它还是没有长毛，我们再盖起来。那个毛要多长？那个毛要几公分？那个小花的这个，对，它会长毛。你说白色的须须哦？对啊，那种啊。再讲一次怎么保护？蕨类啦。菌啊，霉菌哦。不是霉菌的霉菌，菌丝盖菌丝哦，菌丝白色的吗？可以啦，你们用棉被也可以。那个毛就是白色的菌丝啦。对啦。有多长啊？多长？自己的看一看。几公分？我说要几公分？
才可以说好了，可以。我们现在要有量时候不能太长。给你，我看3公分啊，对，差不多。那个毛要3公分就可以了，这样。 1.1公哦分，2公分呐。应该没有，那个毛应该也不会那么长。然后那个吗？还有一个吗？它粘在它这边，然后晾干它就不见了，打开，就不见了。就晾就好了。它就大概要1个礼拜。那你打对很轻哦。哦。如果还不行的话，对，比上面一定要加上它一定要干。 不可以晒太阳，千万不要晒太阳，会死掉。那个技能可能会。哇，太坏太阳，这个太小了。然后放在冷藏。随时都可以用。对，随时都可以用。要给它休息睡觉，差不多。我们下一堂课，我们就要开始做酒了。哇，你们就是第4天了。知道这个要阴干。或许明天很冷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那边啊，去啊，而且你们楼啊，你自己楼啊。有3天是长毛的，我们这个都没有回去的，所以不能分开。我们10几年才长毛呢。所以他要带回去。说了3天长毛，哇，毛不呢？那我们带回来的话，都不知道是长成什么样子。现在你们一个牌哦，白色。好，我来帮你们。好，来白色。哦，来。一起揉进去。它不可以摆太密哈，要不然它的毛没地方长。没有关系，不行啦。近视有关系。对呀，为了那10块钱就去换。有没有下一节课算哦，不行，哦要一点点这样哦。哦，下一节课那个饭自己煮，好，自己带过来。它是1颗球10杯嘛，10杯，半颗，10杯半颗哦。那个好像一粒就是哇，很漂亮哎。老师，那如果这个没用到的话，就一直放着。它也没有要放冷藏。如果是比如说我们才用10个的话，剩下的怎么办？放在冷藏啊。哦，就放冷藏哦。留着啊，高兴做就做。放冷藏哦。最好是在冷藏那边。哦，这个真的都这个才是知识体系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怎么有胸部啊？从来。小学那个病啊，这个没有做。要算了，因为很大的。很大的，你知道吗？或是那个糖啊，没有关系，差不多啊，你看。差不多了。它发酵很多啦，正负2。看啊，环境里面找到这个东西吗？找了，真是没有这个东西了。他们老人留下来的种，对啊，真找不到。这个就是真的为了一杯酒，想办法做出来。我这还可以做很多，对，这个叫啊，这还可以做很多。对，如果你的沙巴大棒不好的话，你的酵母全部不好。哦。所以这个是带了。这个是那个阿嬷的，沙巴大棒，对。没有了，打棒就是开始的意思，用来开始的东西。你也可以沙发用来做什么？下一次你不了，你要打棒是开始啊，对，起头是的头的意思是吗？
就是要发酵的开始，就是要有比喻的想法，想法，不是我那是长官了。算了，好啊，算来。对。哎，我不知道怎么算。引导，引起他。哇，好像汤圆。哇，这样做也很多。啊，我不改变了，我这边哦都没有说，先保留一点没有，全部都告诉你们。好，我保留啊。哇，老师谢谢。很难算啦，我也算不起来。哦，很多就是啦。这个还要吗？除非排。不知道。还要再撒吗？不用了。不用了，你现在这个好小，除非100这样，那没有人100。啊，冷藏一下。90个。你要算啊？大约。还在大约120。把这个刀给你还3粒100。100，3粒100哦。真的，你去那个外面啊，看了那个，你看哦，这样就10颗了，你看这样就10颗了，这样这一排就10颗，我觉得应该有100颗，这差不多了。超过100，你还90。也用功啊，我觉得应该有100。好了，就100了。哎，安妮，是最后一个动作了，最后一个了。这个不要忘记哈，不要说在哪里没有做到，你们有一些没有撒的话，你们就没有。这个是什么？刚刚那就是那个沙发的棒。哦，你刚刚的那个两粒哦。对，老公的2粒。我把2粒粉碎了就对了。对呀，什么时候粉碎的啊？到木工艺。它这个是很轻的呢。让你刚刚当过完的毛巾，那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？再把它撒上去了。对，就是因为它已经是酵母菌在里面了。那个就是给它培养酵母的那个源头。然后这个到时候也会变成这个。哦，就一直这样子。每次会留2粒。要给下一次不可以用。全部拿来用。要培养它的那个。我知道了。要留2粒到最后。原来是这个意思哦。不好的话，我们不要勉强，我们去丢掉哈。再跟人家要新的。然后再重做一次。对。所以我也不。原来。这个是那个阿嬷的，不是我做的。很嗨，这是一个最后的动作。那它可以在上面长大就对了嘛。就是有点像培养皿的意思哦。对，就是那种的。培养菌这个是它那上面。给它一个环境发酵。哇塞，这个也太有智慧了吧！这个要变成那个哈。要不要搬过来？不用。阿嬷老师讲啊，应该可以这样弄。不敢弄哎。不要好了，不要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对了，还是不要了。阿妈说这样就这样对了，还是不要，因为怕手会。他没有用手，阿嬷他们是这样。都甩的。他是这样弄，阿嬷的。是没有这样。阿嬷他们是这样。没有关系的，它应该会前面太多，它会往后长。也会的，也会都会。对呀。都会长啊。之后我们就带回去焖这样子。它整个焖，你要动来动去就他们互相的，如果就1粒2粒，带回家。它会有发酵。大概因为这个不一定3天或4天。因为这是什么布？毛巾就好了啦，毛巾就好了，麻布，焖住就可以了。这个呢是手灯烧，手灯烧，它跟不是胶带过来弄，我们好好。底下来的是，因为它这个是不要有。等一下，来打开，用偷看的哦，我这样子叫它就生气了。但还没有弄啊，还对，可以下面没有弄塑胶对，袋，再垫一下，会透气。等一下会有空气进去。以前是用那种的嘛，就不会透气。好起立呢，这里。我不知道耶，好多粒粒哦。100粒。哦，100粒就50个人。然后你们要卖的话，3粒100，你们认为很贵的话，就4粒100。哦，哇，这个可以4000了嘛？
安哈米达阿泡。那丰年祭的时候卖这个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还给面再弄一个那个绳子哈，好的比粘住个毛巾，然后再盖起来，它的毛就会很漂亮就对了。哦，要不然这边先用绳子绑，先用绳子绑做架子，它才不会那个粘到。马上不3天或4天给你就有菌丝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哦，不要一下子给它打开哦，因为那个温度会跑掉。哦，那个温度会跑掉，就看一下哦，可以了。小弟说，如果认为可以了，你就把它打开，把一张人的都就不要，也不能弄到外面哈。不能晒到太阳，要放在里面曝光的。对，不管不然后就那个什么，这个毛巾拿过之后，大概要1个礼拜以上，因为它里面是湿的嘛。对，你脏进了，然后你摸看看很轻了，拿毛巾了，然后你就拿到冰箱冷藏那边，1年、2年到3年都不会坏掉。第4年它就坏了。没有，你刚刚有这个懂吗？干燥1个礼拜。对，陈明老师你要及时翻译了。对，我刚刚忘记翻译了。我全部都意会呢。如果它好了，长毛完了，对，刚刚好。然后给它干燥1个礼拜。长出菌丝之后了，1公分的打开来之后要给它干燥1个礼拜。看你们哪对，刚刚很新的时候，不能晒太阳。拿去冰箱什么时候这样？还讲1个礼拜以后了，因为它还要3天4天，然后再1个礼拜，大概是12天。好，大家没有意见嘛哈？老师先带然后再回去把这个带回来，然后海明这边会跟你们联络，你们要煮好好的。就下一个动作就是酿酒，就对了。对，酿酒用这个，我们完全用这个哈，我不会介绍我自己做的，我们大家一起做的，打压力大。这个好不好吃，我们那个时候就会知道好吃。如果好吃的话，这个2粒只要留下来，对，然后你们再做。都是2粒就对了。对。老师，我有个问题，如果我们1粒可以做几斤的米？你要讲厉害，10杯米1半哈，可以用1半。这个是3天可以吃的，3天可以吃的，就是说10杯米1半就好了。1个礼拜的话就4分之1了。如果是按速度半米的杯子。如果你要做酒哈，你3天过后，那个是以后再讲。3天过后，点米海你就可以吃了。然后是3个按速度半，点米海10杯米，这个叫1粒。做酒的话要1粒了，因为它会很强。1比10就对了。对，很强。我们要3天吃的，就是半粒就够了。3天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急速要吃了，它就可以吃了，就比较重的意思。刚刚有加水了。我平常都是2天了，因为这样是夏天不是，他是这样了哈，他做好之后呢，要吃的，他就偷偷弄到我的车子，然后我开车还到处乱跑，我都不知道，因为他说后车厢嘛，如果是里面的话，可能会太冷了，冷气嘛。他在后面，我跑了1000，我都不知道在里面。哎，他说那个东西好了吗？我说你放在哪里？他说你车子啊。要热点它才会加水。对，然后车厢很热啊。他在弄那个打粉了以后，半粒10杯，你弄好的糯米饭还要再加1杯还是2杯的那个碗的水，矿泉水。你刚刚没有讲清楚。哦，不是，他的意思是你煮的时候，煮这个糯米的时候哈，为了让它熟透，会稍微烂一点点。所以在煮那个当中呢，加水，把生都拿弄熟一点，对，把糯米煮，对，煮久一点，好，那一段时间你再拿1杯再撒一撒。对，然后你这吃起来还是蛮硬的，不然它跟厉害，你还是在撒一点。我们一般都是硬的嘛，所以手可以抓嘛，它那个抓了以后会黏黏啦。再做的就不要再，要，那是下一步的
到时候它会焦了，它会焦了。煮的时候是让你这样做，等到要做的时候还是要加，它在这边要 DIY 了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就要自己煮自己的。杯子就是刚才你那个杯那个米杯啊，米杯先包的那个米杯。好，开始要封了嘛。对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盖起来。赶快看到要封了，这样就好了哦。我会在家里怎么弄呢？就是我会弄一个塑胶袋在里面，然后再。因为这个会透气嘛。哦，先用塑胶袋整个密闭这样子。对。哎，整个密闭没有氧气会不会死掉啊？不会啊，它就是要闷。哦。基本上给它会出汗了，然后它就会长毛。所以完全密闭没有关系。对，没有关系。还有什么疑问？有没有问题？我们还有5分钟。最主要是煮那10杯的米了。哦。有疑问，今天问一下。那个做出来的哈，我的它没有汁，因为要不然你们就用一个矿泉水。它成啥样？它鲜厉害，刚我给它我做给你，刚刚那是你刚吃起来看看还是硬的，然后你再加1碗水，我大概3、4碗。打分的，对，然后打分的再蒸，然后你再撒，差不多了，也不要变成稀饭哦。平常我们吃的饭呢，因为让不是吗？在印度，下锅，有没有？撒到这样，一般我们吃的饭这样子就完成了，然后把它带过来。可是你们要带的话，你还会去补吗？要带这个东西哈。小的就好了，小脸盆里。对啊，我们要撒在那个饭下面。小脸盆。还要和，对啊，和匀啊。可以带锅子吗？带锅子还是带锅？不行啊，这种宽一点。这样要宽一点，可以这样，要不然你那个手很。对，钩子太小了，这宽。你要先在这个弄就好了。小脸盆啊，他们这个锅子太小，因为那感觉它太小，那我们要带太小了，不经营不行，一定要很经营。